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讲到呢，最近大家想讲，还有228的连续假期，想要来倒好佚佗。尤其春假才结束，大家嘛是有的出国，有的伫岛内咧佚佗。但是讲到台湾岛内旅游，过去有一首歌叫做《宝岛漫步》，宝岛四季好佚佗，台东花莲到苏澳，海陆水路平泡泡，要食海味免惊无。偏偏即摆是贵甲种人袂学落，确实规家口啊去外国。台湾观光的12座，今仔日来斟酌。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局长郭振辉，郭振。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郭振辉阿辉啊。那么第二位是咱彩虹国际旅行社的董事长陈俊良等等。大家好，我是俊良。那么第三位是咱日暉国际度假村的董事长郑月才等等。大家好，我是郑月才。那么第四位是咱台湾观光策略发展协会的秘书长杨景东，杨秘书长。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我是景东。那么首先呢，来对这条新闻开始看起。过去咱拢知影，有人去到垦丁食到一个卤味，食到500-600块，会嫌甲无一地。啊，有人去买到什么物件，结果呢贵甲是贵三三。过年期间呢，人真侪人出国。那么有网友咧问讲，为什么大家拢愿意出国，无爱伫留伫台湾咧佚佗呢？其他的网友就表示讲，因为过年期间饭店呢足贵的，服务阁歹，啊交通环境乱糟糟。毋过呢，根据着旅行社的统计，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今年啦，毋但第一季国内饭店啦含这个电费用电啊贵一成，就连出国旅游的介绍嘛去了4成，短时间之内真歹呢，登到疫情进前的水准。连接头疫情时代，路途航空专工开记者会，宣布要伫台湾扩展台北到名古屋的新航线，因那旧航线高雄到台北8月份嘛恢复飞行。不过，即摆若想要出国，机票的介绍已经无法度登去像疫情进前啊。票价会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看航线跟航班正常的起降，以及航线渐渐的复航来说，因为我觉得市场的整个机制的调整才是整个票价最主要会变动的主因。根据机票达人布莱恩指出，疫情进前为台湾飞去东京来回机票，连航差不多5-6千块，疫情了后煞起到8千至1万。也若传统航空疫情了后，机票的介绍是差不多贵5千块。根据详细旅行社统计指出，今年国是新正出国的机票介绍差不多起3成至5成，出国旅游整体介绍增加4成。也若国内头一季饭店住宿的介绍嘛起1成左右。大方向而言的话，它的成本还是会比疫情前呢还要再高。那预计到2024或2025之后，才有办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有网友好奇破文问讲，是安怎伫新正的期间，不少民众甘愿出国佚佗，嘛无爱踮伫国内旅游？有网友回应讲，台湾住宿贵、交通乱、环境垃圾等3大原因，所以大家才会想要出国。政府这一端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怎样想办法来降低这个平价日的落差。假设能引导很多人到平日来旅游消费的话，那么业者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收入都压在假日。学者认为讲，若要进行国内旅游市场，就要为政府甲住宿业者相并来做，才会当降低国内住宿、平常时啊甲休困日介绍的政策，改变民众对国民旅游市场无好的印象。记者综合报道。咱睇这条新闻内面哦，真侪信息。头一个就是讲哦，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呢，真侪物件短时间转袂去，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无就大家引导讲，平常时大家来旅游，但是咱会记得，伫过年时间有人咧话讲，袂使喏，即摆即个长假。伤长的这个假期使得真侪工商大脑啊，也是头家人都讲，袂使袂当休啊久。到底对着恁这个观光业来讲，尤其个观光旅游局局长，恁感觉这个国内旅游到底是贵甲有道理，还是无道理？甲主持人报告吼，其实阮
台南市吼，伫即届的过年哦，咱有那破一个记录，阮10天的年假，阮1000万人以上来到台南佚佗啦1000万次， ，1000万人次。啊，这个好的数字是为什么哦？其实阮过去这3档的疫情的期间哦，阮做一件足要紧的代志。我常常甲业者讲，苦了就是要跳起来。所以咱伫咧这3档的期间，阮一直咧要求的就是品质这件代志啊。所以你会发现讲，为什么吼伫咧过年前，足侪人咧讲啊，台南吼迄个订房吼拢订袂着。我讲我较早吼是咧烦恼讲无人住，即摆是咧烦恼要到底安怎敲房间啦吼。啊，当然这就是供应甲需求的这个问题嘛。你讲价格较悬，问题大家爱思考一件代志，疫情开始慢慢啊吼咧落行落啊。啊，咱会看到讲，足侪物件其实反倒倒来有起价呢。我今仔透早咧和阮的同仁咧开会时，我嘛讲着讲，大家爱注意哦。今年要编每年的预算的时阵，咱来思考一点，爱踏几上去，爱踏去。为什么？人的成本，你看，咱的迄个每一个人的薪水，咱拢会伫逐单拢有一寡拢有成长嘛。就像这个欠工的问题嘛。较早，比如讲饭店，吼咧款房间的人。26000就一定真好找人啊！即马3万嘛无人找。而阮6家，我甲你报告6家哦，6家这种庄卡所在啦，伊薪水开啊3万8啦，吼，啊佮兼周休8日啦，吼，一礼拜一个月休8天啦，嘛是共款无人要迄款房间，找无人，找无人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即马规个台湾的社会吼，其实受到这个物价吼物价的这个。波动吼，啊，另外佮加上讲咱即个薪水，吼，规个拢起来了后，其实规个大环境伊嘛是咧改变啦。啊，佮加上讲一寡成本嘛咧用管理，比如讲，咱为着要即个疫情的即个要来，互即个疫情莫佮扩大，啊，无爱互伊变较严重，大家着爱安怎？你无法度互即个，比如讲食食即件问题啦，较早毋免遐尼济功夫啊，比如讲你毋免看手套。哦，你得当去凊彩体、乌白体，凊彩撒了咧，系啊，迄拢是钱咧，哦，迄拢是介绍，迄拢是成本。啊，所以咱咧看规个，哦，迄毋单台湾尔，其实日本嘛共款。全世界我10月13号0+7迄天我就出国啊，我代表台南市政府，我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47个都。因的所有的县市政府的一个日台的高峰会，我就看到讲，其实因的所有的成本嘛拢用悬啊，这毋是定台湾的问题尔。啊，咱搁看到一件代志，就是讲价销甲价值这件问题啦吼。价销偌济，啊价值偌济，确实咱嘛有看到一寡业者吼，伊会冲嘛，伊无一定用足好的品质来服务。这就是有人爱兴，有人爱多啦，个人逢西做啦。是啊，所以吼。政府要来做这个工作，做好势。阮伫咧还未放假之前，阮就去处理这个消费保护吼，消保这个代志。阮甲所有的机制拢甲扛落去，互大家毋敢乌白化计销。伊有一个正常的合理吼的计销，大家拢也知影。局长，小等咧，你这个政府的角色哦，小等咱来斗阵来讨论哦。我先互这个当事长哦来讲，就是咱头拄局长有讲到欠工、成本、通货膨胀。你相信恁两位一定拢有相当的这个痛感伫的，你讲看觅。我用旅行业的角度吼，嘿，那旅行业是，你咧角色来说，扮演上济啦吼，因为伊是啦，所有交通、食、食宿、门票这起来做着包装，袂互消费者，但消费者摕到这个所有预算的钱，毋是拢咱的呢，咱的分出。过手去。对，咱可能上尾是服务费，这3%、5%这个服务费尔。哦，所以你讲这个角度，讲你台湾佚佗甲出国佚佗会落差，对。啊，所以看起来旅行业嘛回不去啊，因为这3年大家产业哦，人力拢已经拢放出去啊，即马要请倒来人嘛请无人啊，真好请，真好请啊，请倒来了，所有经营成本，要等于较早的营收嘛无够啊，所以其实旅行业上这阵是。台湾有3400几间旅行社3400几间，但是即马嘛无减，但做侪拢是纯头家尔，纯头家尔，公司低的尔，公司无什么员工啊，这也是以后做麻烦的代志啊。哦，就说以后马上这个产业佮改变吼，那较早是人脉市场吼，旅行社大家拢熟悉旅行社的朋友吼，爱用这人脉去做生意。即马以后，拢少年起来时阵，电商的时代出现的时阵哦。
方便啊啦，但是因取得资本不是讲跟咱无共款的，跟咱无共款咯，无共款，对，所以个大条件的哦，大条件。哦，我的角度是对。当时点有你啊，我咧讲吼，若讲饭店业来讲吼，是拢爱准备好啦，准备好啥咧？或者人客到底是适合咱这住这5星，还是要适合住这个商务旅馆的，还是要适合住民宿的？哦，这我拢有啦吼，我有商务旅馆，有民宿。嘛5星级的饭店。哦，你集团哦，如为国际度假村咯。今年过年吼，阮是中晚，阮是中晚，阮是会使讲今年做了讲，比阮开业以来。你嫌讲，你哪会起价？阮是安尼吼，起价吼，人员有起价无？有起价。食饭、食菜有起价无？拢起价。所有的成本拢起价。比如讲，阮请一个员工吼，是上盖少3万起跳呢。3万都搁负责伊食大呢，食大咪食1顿呢，是食3顿呢。真好。是啊，搁来喏，现场的人通举手来参加。搁帅啊啦，搁你搁住1年，搁加2000，住2年加4000，我是一直加去呢。就为着要留这员工，所以你若搁后续搬来阮地上，搁甲你1年，搁甲你加一个红包6000块呢。阮是若平均册一个人，明明唧唧要有人留掉。老爸，讲这8工是一定要互你休困的啦。但是你有欠工无？你有欠工无？我咧讲吼，无得找工啊啦。这拢是硬拜托这老员工吼，硬拜托硬高正吼，才留会掉啊，无吼留会掉。有当时做甲头家嘛爱来做啦，是毋是啊？你扫路甲留甲，你若无咧做时，你现在看这垃圾无人扫，你无扫，别人嘛无人甲你扫啊。这5千个头家哦是偌歹做呢，是毋是啊？都爱摕20几亿来起一个饭店，我所以讲。饭店你开啥饭店？你首先爱准备好。你到底要开5星咧，还是要开汽车旅馆，还是要开讲我哋要凊彩开一个讲商务旅馆是民宿，这种是无共款的介绍。所以人客嘛是要准备好。你到底是要住5星，还是要住民宿，还是要住一个普通的商务旅馆？目标爱明确。对，安尼才袂失较差啦。无你摕民宿的介绍，我摕要来住5星，你一定会嫌嘛。这安尼贵安尼好哦，为头面甲你面甲所以真侪观众朋友，或者是讲咱伫咧即个新闻顶头看，大家嫌讲台湾的即个旅行呢，遮贵。实际上，你以你即个旅行社，比如讲恁的旅馆是算做5星，嘛是客满，嘛是有人咧住。我中顶的嘛客满啦，中顶啊，我乐日会嘛客满啦，我搁长滨一间牧民宿嘛客满啦。就是讲，你人客要出来的作业吼，你功课要做好。我到底是要住什么款的？我要用3千来住，要用1万来住。你买3千要用住1万呢？1万算来住3千，一定是袂合嘛？是不是？一定无大家你的理想嘛？无大家理想就伊甲你骂啊，所以网上伊甲你泼啊，是不是安尼？即个讲你准备好啊未？你要准备要开偌济，要来度这个假？是。共款意思嘛？台湾甲泰国无共款呢？泰国一个劳工1万块请会到，台湾一个劳工是上盖少，人家4万一成本呢，对无？4万至5万一成本，这是正常的呢。是，是不是啊？他做担当有讲未来的大条件，少年人要取得资讯，要起要做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成本哦。较门槛变低啦，吼，是真好做，所以我请一个少年人来讲看卖吼。他那局长啊，甲迄个两位董事长讲的都无唔对。即马这2年伫咧迄个疫情内底吼，我们旅行业者其实是拄着大麻烦。像安怎讲咧，近景咱旅游业，咱是海景第一排，即马是真正是海啸第一排啊。咱旅游业就是咱体验经济的总和嘛，旅宿食游购。疫情，大家没办法去做接触，完全无法度。他讲欠人的这个代志，咱原本咱旅行社差不多有3-4万人，即马差不多剩万几岁啦。阮较早的同事啦，就讲，疫情发生啊，我发现我无法度做生意啊，无我去来找 Uber， 结果发现讲一趁到会比伫咧旅行社较趁较济，即马个人开始有复苏啊，伊无爱啊。所以产业要咧转变的吼，是无唔对。即马大家讲疫情国境开啊好，做着生意的，伊有一个关键，就是讲伊有去做数位转型。较早当时长讲的，较早人做生意是咧靠人脉，向谁向大家来介绍。即马大家要出去佚佗的时阵，都有去上网开始来找。
所以讲，咱即马我一定要常常咧甲同业先拜啊，大家来讲，就是讲，其实有很多数位转型的一些方式，我们要学习的去跟市场去做沟通。啊，即马就是咧拍拼的这个所在。啊，你讲的是数位转型吼，我先来请教局长，虽然这请你来回答嘛，局长，咱徛在这个政府部门的立场吼，虽然是地方政府吼，伫咧市，但是咱做的这些数位，比如讲有人讲，咱台湾吼要叫外国人来观光的时阵，迄招牌也无英文，吼，倒咱系统也无英文、日文，也无其他的，咱台南市或者是讲你。个人的这经验，局长以前也是咧对这做迄个领队做控线出身的啦，带团出身的啦，局长你来讲看。坦白讲啦吼，我过去确实啦，大家拢做无用的，所以对着这个数位化吼，也是讲这个国际化的工课，我感觉是真正台湾真侪所在吼，做了无够，各有努力的空间。我头过嘛有加减有讲到，就是讲，阮用着这3档的时间哦，疫情其实有一阵仔拢无啥人嘛，毋过阮佫毋爱互，毋甘互遮个员工会当留的尽量留的，所以阮互伊做啥物工课，阮有一寡相对的遮个补助的办法，互因去学物件，学啥物货，学语言。我连即个客停车司机，我都互伊去学英文、日文甲韩文，吼今日也袂记得无？阮搁做一本叫做用手指头会当去用笔的册，就是讲今年训练分一本册互你，隔工搁甲你回训，吼，你今日倒来训练哦，训练了后我就甲你考试，吼，这就是为着咱后续国际观光客台南2024年嘛要迎接台南400档嘛，所以到时阵会足侪国际的游客会来到台南，所以阮做即个数位化，阮搁甲即个国际化拢做伙做入去。数位化的部分，阮做啥？所以阮甲台南市即马，尤其是观光旅游局，阮的即个网络，阮拢甲伊变成是至少3种版本。嘿，中文一定爱嘛吼，英文甲日文。另外，阮伫咧遮个足侪遮个说明的牌啊，阮顶悬搁有越南话，阮搁有泰语。泰国人你莫看伊收入虽然无足悬的吼，毋过因拢是趁偌济开偌济，足爱佚佗的。所以这嘛是阮看到即个现象，伫台南市有即个现象，所以阮嘛甲这个泰国，阮搁做啥？阮搁做菜单，互大家免费5种语言，所以真侪工课通好做呢。是，那是讲敢若嫌贵啊，尔啦，吼。是。吼，这担当啊。那就你旅行社的角度吼，你来想讲，即摆是他本来是讲海景第一排，即摆呢，指南米第一排。讲这个看公局的数据啦，吼，伊就讲咱的旅游规划内底吼，其实团体旅游吼，伫2017年的时阵是11%啦，是， 100个内底有11个是旅行社公司行号，包括进香这个安排叫团体旅游，才11%。到2021年，落到剩7.8%，等是落1/3啦。所以这个7%内底爱饲偌济人，所以真假讲，台湾这3年有出现一个问题，即个人客比旅行社的资讯较济，因家己赛车出去找迄个点哦。旅行社较安排拢大点迄啦，拢全国性的大点，风景区拢是有合作过饭店。对。结果人客安排拢是弄到为乡镇去，行啊内面。对有花，对有啥物落雨松拢翕相抛出来，人工拢大拢知。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个旅行业本来赚的是要知识财啦、管理财啦，比替人客。他无迄个钱。这嘛无法度，因他的资讯比我们快，因马上今仔下晡翕相，伊脸书抛出去 ，IG 抛出去。别人拢知啊，所以再来就是说，产业吼上下游变啊，可能饭店较早靠旅行社占%多济的销售，结果到尾啊，直接面对人客，散客对，比率，所以后来这个产业链也会改变啦。但对你来讲，你的旅行社，你要按怎继续来行落去呢？专营电商一种嘛吼，当然都大成本啦，所以嘛集团化的大型旅行社拢赚啦嘛吼。那像较细型的，咱就是要做区域性。像我本身就做平湖的观光，我平湖里遐有投资，所以我就做区域性的。这个物件较大战啦，可是大景要去嘛较无法度。较高门独起。对，所以较独特性，就这个较有区隔性，那较有法度比例性，无你的营收起来无够啦。
对，人数因素。哦，所以你讲他说即马剩3400间的旅行社，其实真侪拢纯像头家娘头家安尼啊。因为政府本地有希望互你，有补助互你上课。所以也搁留咧卡。对，在留伫卡，希望有。本来是讲可能是半年疫情就过啊，结果1年啊，结果2年啊，怎么3年过啊？怎么唔知到底要存啥物件？所以，旅行业是存在，但是要回到以前，像咱头讲，航空公司嘛改变了。航空公司也改变了，所以伊的机票嘛回不去啊。哦，所以每一项拢改变了，所以你讲出国较俗，无样出国几百啊2成，而且旅行业摕较早是旅行社是先去航空公司摕机位，甲国外摕饭店安排起来，摕来卖你，即马是摕无机位，摕无饭店，所以我们也在转变，马上转变了。哦，连外口即个outbound的所在，你机位甲即个机票也无一定当先摕到，因为即马做一行。真侪线拢无开嘛，伊包括你较早可能一个万国一工飞10几班呢，即摆你可能无几班，那所以它线去市场就食满啊，所以要你旅行团可能。伊钱价都无够，伊搁放互你。互你的比例就足低啦。哦，所以爱有先见之明。他在开讲的时阵，当时就有讲，那拄到疫情拄啊开始的时阵，本来一间饭店要开哦，随着收起来，你甲咱讲这个行情。我常来讲吼，讲啥物代志拢爱准备啦吼。啊，即马饭店业吼，上爱准备的物件就是讲准备关门啦。啊，你也未做，你也关门啊。哦，我疫情一开始，正月就宣布，3年前的正月宣布，我3月就甲关掉啊。迄是咱台北市228公园旁边，吼，迄饭店是甲好库做20年。我讲我做装潢好尔，咱2月5装潢好尔，我安尼啦，你莫甲追究我违法。哦，我违约吼20年嘛，吼，你莫甲我追究，啊，我啥物件拢卖滴，我卖拆，啊卖烧，我说唔卖做就好，哦，我就怎关掉，搁一间关掉啦，保留，哦，我保留，我只会保留有一间饭店，一间度假村，我就甲关掉，派4人伫遐顾，自疫情开始我就甲关掉啊，哦，派4人伫遐顾，啊一个月安尼几十万安尼，还佫会当维持，你是几十万要了，还是你若开落可能爱佫600万了？是毋是？你要了安尼了安尼，所以这是经营者家己爱有这个判断。对，我你讲，即马规拢改变啦啦。较早保留好，趁甲安尼哦，又细细，哦安尼好，这飞机啊一礼拜安尼过来10班，这保留安尼半年吼飞过1班啦。有当时吼3个月飞过1班无，是毋是安尼？啊飞机票贵甲会惊死人，比欧洲搁较贵，人家欧洲嘛免5-6万块，即马去保留吼来回爱5-6万块，是毋是安尼？哦啊迄啊。迄咱干脆吼，就是伫遐边仔网里关掉，是毋是啊？啊，咱台东，咱就好甲要安尼，逐间都满，是毋是安尼？啊，所以讲你要选择，啊，你要准备好，我到底是要爱这人客，啊，要爱间饭店，还是无爱间饭店？你了解准备甲关掉嘛？哦，啊，你要趁钱落，较好诶，所以搁再落，是毋是安尼？搁开落，互人客去满意。哦，是啊，人客吼是安尼啦，人客毋惊贵啦。惊你做了无够，唔惊贵啦。但是人客爱分啦，哦，唔惊贵，人客讲我做5000，我就3万嘛开，2万嘛开，袂听啦。有的人客来讲，你甲收偌济拢不要紧，你就花满意就好。嘛有即个人客啊，对啊，有的人客是讲直接来讲，哦，你这个饭店甲我收遐贵，你都无价值啦。哦，嘛有即款人客，是毋是安尼？所以人客伊要选择伊的功课要做好，我是要带啥物款的饭店。但是你是等反倒转来教育。消费者啊，莫讲教育啦，是讲大家爱互相做参考啦吼。互相做参考。你消费者你也知影讲，我到底是要开1000，要开1万啦？哦，像我饭店，我有3500至3万5的房间，你到底要开3500，要开3万5？你开3500，你要带3万5，当然是带袂着啊。是毋是啊？你要带3万5去带3间，等我无房间，你甲我带3500，伊嘛甲你搅要死啊！我都毋是惯人去，你甲我囥一个歹房间互我，是啊？无好房间互我，要看嘛，是毋是啊？所以人客伊要家己自己要知道说，我准备要花多少钱，我准备要怎么样的享受。咱来补充啦，是，比如讲，这个台湾的观光饭店，爱来看，伊风景区的饭店，甲市区的饭店，风景区是咱要去度假。所以伊的需求量较少，所以基本上是台湾市就是愈贵的饭店愈早客满，所以唔通嫌贵，上贵的饭店拢上早客满。啊，这属实，对，这属实。啊，市区呢，因为市区是拢是商务型的饭店，所以跟市区的5000呢，
要等国外的观光起来，等无的时阵，等到即摆拢去做国民旅游，做作俗的。所以你看，你阿妈做包装咧5000的饭店，住市区的，拢做作俗的。所以俗甲贵哦，甲钱可能无关系，甲景区有关系，因为你要度假。甲区位有关系啦，吼。啊，这伫阮台南就较无共款啦。哦，台南又佫无共款。阮足无共款的。古都，阮因为阮家己有特色啦，而且台南吼足适合你伫咧巷仔来行来行去。吼，啊，阮37区拢足有特色的，所以台南伫咧这3档吼，阮全国住宿率阮是第1名。啊，我足骄傲会当讲的，就是讲吼，阮的业者嘛足拍拼的。你看像我凊彩举一个例好啊啦，像阮伫咧旧年啦，阮就开3间新的大饭店啦。我这3档，我就连这3档哦，阮开300几间旅馆甲民宿啦，啊，搁咧一直开哦。为什么？因为大家对这个市场有信心嘛。台南市其实真侪物件 CP 值是真悬的啦。你常常咧讲 CP 值。两位董事长，你有听到吼？台南是足特殊的，阮足特殊的。啊，其实啊，阮的整体的这个观光的发展吼，伫咧，尤其我头个有报告嘛，阮伫咧农历过年，吼，阮竟然有1000万以上的这个人数来遮台南。啊，所以阮即摆咧看的是啥？阮拢会一直咧甲阮平常日，比如讲拜1甲拜4，阮就希望讲去杀一寡较无共款、较有特色的，一个旅游的情形，阮拢含旅行社。卖占风化吼，卖占风爱在地爱深，所以头歌我嘛做赞成讲。咱这个担当来咧讲的吼，其实旅行社行到即马吼，伊嘛是共款赚的是这个服务的钱。问题是伊有法度比人搁较精无？哦，伊做出来物件够有法度防模仿，无毋对，伊无制裁权吼，伊无智慧财产权。问题是有的物件就是一个起毛钱，我含你我卖你啊，伊无可能卖伊啊。哦，像阮一寡餐厅无随便接人客，啊，你若含伊够熟，哦，所以。看倒来，阮咧看即几档的这台南足侪较高级的店呢。是。愈好食愈高级。迄毋定迄尔，阮阁有迄种，我一工讲，我就讲我一工讲，就是咧帮人敲饭店拜托。敲定位啦吼，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因为旅行行业吼足特殊的，伊无库存啦。伊今仔日无卖，无法度明仔载过年，我拢讲食过年糕。啊，明仔办，今仔日，一档365工啦吼。我讲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伊敢有可能逐工客满？迄无啥有机会有这种。可能有档的，可能有机会啦。哦，有机会啦，比如过年就一定客满的嘛吼。暑假吼，这若是暑假，阮遐是拢一定客满啦吼。但是我是感觉吼，一个饭店要做会起来，足一条件的啦。当然政府甲地方拢爱有配合啦。哦，你都不甲你配合的时吼，你都废去啊，是毋是安尼？我感觉这配合度吼，拢爱100%配合照法度啦。你台东来讲，有热气球嘛，阮地上阮有一个文化叫时尚秋收嘛，吼，逐年10月嘛，拢安尼变叫，是毋是安？我是感觉讲，台南伊就是阮地价吼，阮地成功这个吼，这个较早入来的这个历史吼，甲这台南吼抵唔着啦。啊，阮地上是有地上米抵唔着啦，阮地上都是。拢是，逐个遐食地上米，还佫温泉好所以，董事长啦、局长啦、3位拢讲到这特色、这差异化吼。无毋对，无毋对。这少年的吼，这专门的，而且在秘书长来讲，就恁来看讲，以台南啦，还是地上这种经验，在科技的这利用顶头，恁认为未来的方向是啥物？是，其实有一句话哦，越在地越国际哦。你若愈在地愈国际，无毋对，等于讲台湾其实是一个宝岛啦。咱会使1点钟驶下来，咱看到海去爬山，咱会使去试听祖灵的文化，咱会使拉着板凳去看布袋戏、歌仔戏，咱会使食到最道地的眷村菜，闻着擂茶香，其实足着文化伫咧内底。只是讲科技，就是讲资讯遮济着，咱爱安怎互人客知影讲，伫我遮你会使耍甲别人无共款的物件。他当时有补充，我来斗相共讲，就是讲市场真正咧改变，俗的真俗，你袂使用俗的迄个价钱，就去比迄贵的，无毋对，贵的真正是足贵的。你讲知影一个人被爬玉山啊，爬玉山一个人收差不多16万，开卖你搁讲一摆，收16万，爬玉山你对咱镜头讲一下，爬玉山哦，16万哦，3天哦。开卖不到2个小时，无2点钟就卖了啊！
袂了了啊！大家今仔当时就讲的，讲人客伊唔惊贵，伊加惊啥？就讲惊我无生活好，无生活爽，无生活欢喜。所以讲，他那讲这两档吼，其实有就这少年的团队哦，年轻人，他们在这2年开了很多的旅行社，在做在地的经营，很厉害。比如讲，伊咧打造像种宠物旅游，较早嘛无啊，吼啊就安排你甲你的狗啊做伙出来佚佗。食菜的旅游，食菜人就多嘛。就讲啊，你出国出可以去对佚佗，你可能对吃就要求的。人别跟你交互我来帮你服务就好。啊，而且佫有去带人去看蒙阿波的啦。啊？去看人蒙阿波的。带人看蒙阿波，这也是一种旅游哦。是啊，较早咱读册看的故事书，然后啊，台湾有啥物名人吼，较早伫咧地方后发生的个啥物故事，这就是咱中法战军。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发生的迄所在，较早日本来攻打基隆的时阵，伫对咧登陆，啊，他们战死的那个公墓在哪里？就拿以前较早迄日本时代的相片，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啊，带大家散步，安尼来是使。小等，秘书长，这是对着咱台湾岛内会晓使用，不管是华文还是台文还是客语，那是要来吸引着国际的这个人、国际观光客。这敢有法度？当然嘛有法度。其实当即嘛科技就发达，他局长嘛有讲利用这2年的时间来培训咱的人才。就是讲这2年，我们这2年国境封锁嘛，咱袂使出国啊，外国啊袂使来台湾。就是讲我们能不能够去挖掘我们在地好玩的东西，把它优化、包装，然后加上训练我们的优秀的人才。然后咧，我让手机怎么翻译嘛，就方便啊。今嘛我伫外口，我嘛看到讲翻译机即时翻译，我说中文，马上帮我翻成台语。对啊，那这个在全这种物件，我感觉是讲未来啦，可以广泛的来做运用，是让更多外国的朋友来认识我们台湾。啊嘛有一种现象吼，真侪人讲台湾足侪老街啦，大溪的老街啦，还是去迄个苗栗的老街啦，啊那是安怎？老街内面咧卖物件，拢共款，才有咧卖即个花布，也有咧卖咖啡，也咧卖即个甚至即个淡产的物啊，拢是对着即个中国来的。现在有即种现象变做统一化，他拄啊3位4位拢同意讲，咱来差异化，这是因为咱的政治经济形势必须着。这咧做生意的人去出得上低即个成本去摕来的物件，拢是一模一样，还是讲咱的消费者无选择的能力的？局长，我当上任的时阵吼，我定互安平区的议员念啥？咧滴顺的时阵，伊就叫我起来讲，局长，你甲我讲，到底要互安平的观光更发展？5点以后就一个鬼拢无啊啦，连鬼拢无，无人嘛。啊，我其实吼，我做。用心去研究这个规个安平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才走出来一个台湾上猛的女鬼。对，这是阮做的一个计划，啊，就真深色啦吼，陈守娘的故事啦。其实一个所在就头拄啊，咱地党的有讲到啦，地心讲有哪对阮有必应啦吼。咱这个安平的特色是啥？5点以后为什么无人？咱爱去研究啊。即马我去年发表一个数字啦。台南市3个所在上受到观光客的欢迎。第一，国华街啊，迄足侪食食嘛。第2就是安平，第3就是阮新华老街。你讲到老街，我等下会当甲你分享为什么新华会当异军突起，会当表现遮尔好。阮就去研究讲，其实我嘛找业者来坐谈的。我甲因讲，是大啊，恁逐个若全台湾去到老街卖物件拢一模一样，安尼上要来？凉糕，四界拢凉糕，茶叶蛋嘿。地迄煮的卵，就家己拢生做共款。啊，咱的特色是啥？台南物件就是较甜嘛。台南过去有啥？咱因为有即个诺农业嘛，啊，所以较有即个牛肉汤做好啉的嘛。啊，咱佫有啥？咱佫有咸酸甜啊。台南的咸酸甜足有名，因为过去拢也社会物件做伤多，咱就甲生起来嘛。啊，这就是拢个文化。我甲你讲，咱的重点是啥？就是甲遮本地，咱感觉讲无啥的，咱在地，咱甲反正就来做发扬光大。做较大的，比如讲去到安平的桂子，你就一定爱去食伊的一寡伊的鸡，伊的碗粿。
像这种的，拿来甲遮较有。为什么伫日本常常人拢讲七杀客地酒？为什么？因为它这遮较有啊。所以阮去年用一个真好耍的计划，阮就是用迄个迪士尼。阮用这个迪士尼今年满100岁嘛，阮今年99岁甘暖寿。大家拢我甘暖寿，阮甘暖寿，我囥伫安平的街啊，伊的拄啊好要入去伊的街啊遐。大开始5点以后拢有人啊，即马嘛是做甲乒乒乓乓，因为伊有看到日头嘛，伊就会开落去。伊去调整伊的产品，比如讲牛肉汤，伫咧因的街面的迄老街的迄个牛肉汤，过去毋是像文章6两迄排队排到歪去，伊迄阿春毋是过去毋是像因含因共款的，即马嘛开始拢乒乒乓乓，搁有炒鳝鱼的，搁白汤粿，这拢是台南在地的一个特色。咱就该做好大，放好大，大家就感觉有日头啊，我做，所以局长，你在这当中，你做了什么代志？我改变，我第一，我有找地方来参详，因为做单位你无甲因讲，爱甲业者问啦。嘿，其实我做介意听人讲的，因为政府的政策要送你袂当关在办公室，家己淡仔想来想去，想迄袂成功啦，一定爱先去听，听了后续较有一个方向啦，为什么你无法度安尼做？咱会当安怎家己斗3工？为什么开到5点以后就无爱开啊？有原因的嘛，伊就讲拢无人啊，鬼要去。咱就创一个，对，咱就创一个活动，互伊是到下暗8点9点的，人就全部去毋去？阮迄个迪士尼的活动，3礼拜就100万人啊，迄搭算11点到下暗8点哦。所以。这就是一个做好耍的现象嘛。另外，你讲这个老家问题，伫台南我会当做勇敢讲，阮的老家无咧含人重复的。新华老家，伊是168阮山入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运站，所以伊甲所有山产有的物件，拢集中伫遐。所以你袂食到同款的物件，你袂讲来新华的老家去甲安平的老家，哪会食到同款的卖？所以嘛是该佫讲一句啦。家己的所在，家己上知影，咱家己特色抓出来。政府要做的工作是啥？咱甲这特色抓出来，就要搁去甲送。我今年初做一个工作，我感觉真有趣味，我哪甲大家分享。日本人是台南市来上多的一个观光客，外国观光客占要4成，占要4成占要4成，这内底，阮就想讲疫情要过去啊，日本人足爱来的，咱要做啥物工作？我找做一个网红过来。这个网红，其中有一个我感觉足趣味的，伊做认真，伊是科普型的，就是讲，伊对无人机落来，就摕相机，那像自言自语，咱看到伊嘛，感觉怪怪，一路讲到台南。来，我带伊去新营的长梯啊，迄个阮的地景公园遐，伊去看咱5分车，迄嘛做有特色的嘛。因为较早台南糖业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产业嘛。糖多嘛嘿。是，所以阮食物件甜嘛，糖济嘛。伊去到遐，伊嘛是摕一个相机，一直讲都无伊哦。你敢知影？大家袂当想象，伊的影片1点钟过30分、90分钟，结果去你网络第一天15万人看，日本人看，这代表啥？代表日本人最想要来台湾的，因为90分钟的影片呢，你会当去修嘛？我讲即摆拢迄个短视讯1分钟、2分钟、3分钟就就路过去啊，上要看。所以咱会当发现讲你的特色甲，这也是有路通行啦，有路会当行的。这我要请教就董事长那在你旅行社的这个角度，你也讲，即马拄到这个转型，如果有这个机会，你若对着政府，你要呼吁着什么？恁旅行社需要什么帮助？或者是讲无，恁无需要帮助，恁最后讲拜托的，你政府你唔通去做唔到代志，安怎讲？其实这个面对的拢是外在因素影响着咱的营收啦。所以其实你若像阮若做离岛观光，你讲做配合观光，你若风台还袂来，要你菲律宾的时，人客就爱讲风台来要安怎，要促销无？你看离岛观光是，你若无分机，若无船载入来，你配合的饭店嘛无效。但是你要了解，配合饭店，你今年4月花火节，去年就满啊，就满啊。即嘛是讲你若做旅行社，你若家己无开饭店，你就免做生意啊。所以变成转型了，阮就变成家己做旅行社，搁开一间饭店，餐厅派用搁开一间餐厅，一条啊，一条龙，就是爱做甲这个情，所以用差异化我们就出来了。所以阮就为台湾市场推来配合做离岛，
啊，我本身家己伫嘉义有一个快意生活村文创园区，我就讲，即摆观光工作多嘛，但达关市拢日本厝、古厝，大位拢做起来拢日本厝，拢共款，所以变啊，这个差异，对差异啊，阮就变讲，哎，文创园区在地方有表演嘛，哦，一些艺文表演啊、展览啊，或是有一些街头表演啊，哦，阮那足侪快闪的，就是足侪学校这个乐队啦，什么拢去阮那快闪啊，就发布出去，所以那变一个很欢乐的场所。啊，他有讲讲，其实哦，台湾哦，迄个愈出名的美食哦，愈可头呢。无，你若做出名的小吃哦，你要叫刷起也无可能的。啊，但阮嘉义快送村有一个问题，阮有进驻着一间叫做胡玉轩啊，美蛋卷甲胡椒饼。你知影导游拢爱介绍无？因为买伊的物件吼，用那120块的东西，你去超商爱买100呢，还贵30%呢。所以拢介绍讲，当时也唔免排队，就买着胡玉轩。所以阮大家游览车去到遐，佚佗了，大家手赶出来拢是迄。所以美食跟一些在地的伴手礼会带动观光，爱夹起来，对。所以县市政府就讲哦，爱去支援讲啦，你都观光客会来所在，你去啦，这厂商看变啊服务到变补助，互伊集中，啊，互观光客的集中，那就带动整个产业啦。对，我是安尼建议啦。是，那当市长。这是按农民讲啦，咱业者吼当然爱常有创新的活动啦。哦，日会为什么会赢？日会咱为什么会赢？强调摕到第一。阮日会吼，生意一路来，这10几年来吼，是逐年拢趁钱啦。但阮趁钱，阮无落底咧，趁钱搁来创新，搁来改装，哦，搁来装潢，哦，这真了紧就讲，人客要安怎互伊一来再来，一来再来，哦，第一当然是文化，你爱文化爱结合嘛。啊，结合伊啊当地文化嘛，哦，第二你著爱文化变信用嘛。你有感觉讲哦，我若来甲花东的壮国吼，即个花莲台东的时，若无来日会大，敢若规身躯拢叫规身啊！你所以你拢袂爽快，头拄仔你要看本来几落届啊，讲定无啊吼。你今仔日拄着我希望讲你安尼。一个月就好来啊，因为一个月上少。我是希望讲秘书长会当做一个科技，我点者就有当我点者。我这真好，这科技哦，科技这物件是一定要结合啦。你若无结合，会用淘汰啦。因为你科技你会减咱人哦，要减就是爱科技嘛。啊，所以阮日会当啊做先，阮就是重视这啥讲这地下工程爱做好。你地下工程做无好，像这一片这路片呢，哦。几十公顷的啊，你是要偌济人去管理？是毋是安尼？阮这300人去管理。啊，你电是要哪省？哦，你上重要就是人甲电尔嘛。哦，啊，你是要创新？哦，像即马头拄啊，咱这高科技的人才吼，讲这个后摆是宠物。阮即摆就创一个狗地堡啊，狗的地堡啊，狗地堡哦，就是讲狗地堡的狗就是咱狗的地堡。哦，阮这创一个狗地堡的露营区啊。啊，阮进前创一个迄个上个高级的这露营区，就是这车的露营区啊，啊，常常爱创新。啊，搁较进前阮创一个超跑假期啊，讲超跑迄兰博基尼啦，这个什么车，拢无来去阮遐做过超跑假期，啊去啊，迄假期伫阮遐结合，哦这个英国请这个老师来教你这个书本卡是要来开。当然对，宣传有重要无？当然，宣传你爱针对性啊。你是要用什么？你是要爱什么人去？你就针对什么人去宣传啊？你做民宿，你宣传你迄个5千家饭店，你都唔对去啊？是不是啊？啊，你5千家饭店的人去，你要用迄民宿的宣传方式，安尼嘛唔对啊！你要拍着人啊！你讲你准备好你拍着人，你宣传着人，是不是安尼？我先来讲，业者爱选着人，你消费者你嘛爱选着，你爱选着房间，选着饭店，是不是啊？这种互相啦。啊，当然政府。这政府吼是袂死行的啦，安怎呢？咱业者吼拢做伫头前，伊在对后壁啦，所以咱业者自求多福啦。哦，咱来家己求咱家己吼，免啊做好，啊做好自然就来。阮较早遐路啦，拢无啥路啊，也无啥活动，咱做好啊，人一路我来哦。啥物金城武术嘛来啊，保良大道嘛出名，所以迄个气球嘛来啊，是毋是啊？迄拢是阮过去阮做超跑假期的亲吼。吼，迄甲全世界人吼，迄超跑样赛快车人，所以是你先做了这个超跑的假期，这个方式了后，再慢慢再后进再对。都一过来。咱爱
咱来家己救咱家己啦。咱救咱家己，政府才有甲咱斗相共啊！政府无迄个雪中送炭的啦，就伊是锦上添花尔啦。现在你像我老时间就少讲者，金上添花的啦，你莫靠讲啊，迄雪中送炭啦哦，迄我老时间就少讲你要等伊上来先咯，咱带起来啦。是，来，必须的。其实哦，他我来补充就是讲，政府也在做啥来帮助咱的业者。其实讲，我认为咱感觉老是讲分享数据。好，业者知影讲我的人客伫对，我的人客是安怎？是查甫的查某几岁？伊安怎来遮住几工？啊，去 A 点了，想要去 B 点，啊停偌久？为那些数据让他分享出来，后业者来做参考。为啥呢？因为比如讲，单纯你咧做投放广告，你咧拍你的旅客的时阵，你嘛唔知影你是一个感觉，听人讲。啊，就该拍出去，有对，啊无对了钱。其实我刚讲政府吼，也使来分享这个数据。啊，业者咧也在做啥咧？业者是其实讲，他讲人可以伫对，都9万啊啦，怎么都9万啊？嘿，其实讲你知嘛？你会不会去接受数位的应用，数据化的经营？这就是咱爱拍拼的迄个方向。所以讲，咱知嘛咧做的物件就是讲，你行销伊的角色很像，就像啥仓储人员。你家想象后标一个就大一个窗口，人客你爱啥物物件好，你爱啥物等我，提饭店、提车来找人哦，来推景点，我提做的好，安尼好无？安尼偌济钱我包互你，只是讲这包装的这个过程啊，非常吃人力，啊，佮找无人，啊要安怎？所以讲就要用系统，就要用网络啦，是安尼。然后起码就是来业者现在还留着的业者都很认真的在练习。怎么样在网络上来做生意？这是我看到的。在座4位拢认为讲，其实贵甲俗拢唔是问题。国内到底咱头一破题咧讲的讲，台湾的这个旅行，尤其岛内旅行，伤贵，贵甲无道理，这唔是问题。主要爱差异化，爱当区隔化，啊介绍有这个价单，这个一般的民众大家都会选择，就对敢是安尼。是啊，其实你若看新闻，你就会看到这个现象啦。就是讲，伊咧怨叹的，唔是迄种高级的饭店的，大家真正去看，唔是高级的饭店哦。吼，我想大家会当真正去看。通常就是伊感觉讲我付这个钱，啊，结果用到的唔是伊想咧想的。比如讲3000块，3000块的饭店，其实伫台南差不多大概中啊啦，中班啊啦。吼，啊，若有一寡。伊可能对大，伊感觉无舒适啊，伊就会去爆料公司，甲你写讲伊安怎。比如讲我捌拄过，迄个业者吼，伊无负责长啊，伊做热心的啦，伊就讲啊，阮得拄啊好吼，家己种的有诶无，啊，就提供互民众来食，吼，来大个遮个人客食啦。结果伊甲伊去爆料公司讲伊食死足歹，吼，类似安尼，就是讲你点啊，你到底你想的。哦，你要出发进前，你想的，甲你付的钱，甲你到现场去了后，你期待的是啥物货嘛？吼，我想这是有一个落差啦。啊，我感觉讲吼，这个头拄啊有一点讲了足好的啦。我伫咧2021年哦，2020年的时阵，立比台南市政府2021年，我就开始用啥物货，我就是用大数据来做管理，无毋对。到底，而且我拢做发表，我会去对外来做宣传，发表，就是讲，我互业者知影，像我打做了尔，我会互业者知影，即马台南市淡对几个所在，吼人数，旅游客入来上多，啊，伊后续佫可能会去对，吼，这就是一个旅游的预测嘛，吼，旅游咱是一个组带的规划嘛，就是讲，我今仔来到遮了，我无可能单来一个点嘛，比如讲，伊要来食阮的迄个阿下饭店。伊无可能当去阿下饭店嘛，伊一定刷来讲啊，无我提供要摆一个好，伊自便嘛甲看一个好啊。啊，刷来我要来去对，吼，伊是一个旅游的路线的一条线的概念。啊，阮要做啥物工课，我就甲伊讲，啊，这个大数据发现的结果是安尼，啊，咱生理要安做，要藏会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佫有一个重点是啥？就是政府爱做啥？爱做科烫。我一直拢咧甲我业者讲，科烫为啥物要做科烫？因为一条路线嘛。所以这条路线顶悬，咱会当提供的服务是啥嘛？做伙拢甲放入去，做伙来宣传，啊，大家拢合作足好诶。比如讲旅行社和饭店的合作足好诶，吼啊，和网络的公司，我嘛甲这个 KKday 甲 Klook， 我拢签，啊，佮有 Booking.com， 阮有签一个 MOU， 啊是安怎？阮的业者物件去了后，阮即马有1000几条、1000几项的物件伫顶悬，伊就会当体验型的旅游，伊就会当顶悬。人客来咱台南市政府看看，包装起来哦，拢甲做伙。所以
其实哦，要讲旅游，要讲观光，伊足侪工课爱做。后壁大家拢讲吼，看起来足愉快吼，啊，大家拢笑眯眯，穿的拢是吼，迄饭店的大家拢安尼哦，穿插拢啪哩啪哩，啪哩啪哩。其实你唔知影，迄像我拢讲那个抽啊咧，就啉酒那笑嗨嗨，后煞就像头我地当来讲的，迄若人无人会当穿房间、穿便所的时阵，我最近阮台南的总经理，大家拢是穿普罗衫，我讲奇怪，你若穿普罗衫，拢要开会，哪穿普罗衫？伊讲我无法度啊，就找无人啊，家己就爱去拼，便所嘛爱拼。他都要局长讲的，讲因甲即个拢包装起来，啊，甲上架起来。旅行社尤其佫受到即个科技业者又佫来甲恁抢即个饭碗，政府啊，甲恁帮恁帮好，咱旅行社要做啥物？其实旅行社就是说，基本上应该是政府吼爱拿原来共同的开销，像你今仔要转型数位化，逐间旅行社你去开条50万、100万，去数位化，也唔知成功。像阮即摆投放广告，落个有效无好，嘛唔知。所以像这个时期是政府在做做，伊在做，因为逐间拢做，安尼拢是浪费资源，伊在做做，规个政府来规个，阮集中是做伙去曝光。啊，较找一个产品，无你大家有这么分散啊，有做产品，无做产品的，无做产品，阮的产业要有上下游的，吼，嘛有人专门找人去到后壁，阮这叫做通路型的旅行社，啊，这就无空间啊，以后就无空间，因为中间扁平化，因为台湾伤细啊，台湾伤细啊，因为你唔想你看你国际化，你都出国你都国外无熟悉，一定要透过旅行社，台湾你可能。你本身讲你家己台南边仔就家己人，台南人安排了，拢免旅行社，只有拢家己。所以这以后吼，你台湾的观光旅游内底吼，是个市场的改变啦，真大的改变吼。对。那因应着未来吼，张市长，恁认为咧？恁拢做线客还是直接客，叫做直客？饭店吼，袂使讲无这旅行社啦。旅行社是饭店吼。免发薪水员工啦，咱讲实在，你若无这啊旅行社吼，饭店要做是足艰苦的啦，尤其大饭店，因为像阮这超过要到300间饭店吼，你若无旅行社，你足艰苦。保持一定的量啊，供应安尼。对，我咧讲，这是有两个原因啦。第一就是咱讲实在，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做认真的啦，拢咧变讲啦。但咱中央政府吼是拢万骨6拍啦，像迄劳动部。伊感觉讲哦，这罗工若来哦，会用抗议啦啥啦，有诶，你无是讲大家都让要翘起啊，你搁哪里讲哦？当时你是希望呼吁讲开放着这外国的移工，观光移工一定要开放，你不开放，这观光业没有将来啦。哦，你讲人去有啊无？阮的电脑拍开吼，加一间，阮日暉国际大家村哦，来500届人啊有啦，伊安。逐礼拜来，逐个月都来，伊刷起哦。逐礼拜伊就来一届，伊无来，敢若挡袂牢，敢若袂出去拜拜哩。这变成信用啊咧。你讲哦，我若无来住个家咧，安尼晒一个日头啦，吹一个风啦，食一个猪肠米啦，来住个来日暉带一个米啦咧，哦。哦，你泡一个温泉者，大概会调的啦。伊无来讲，伊讲无来，规身躯拢安尼拢算了。所以，但是我甲你做一个整理，你就是希望政府赶紧来开放着这个外国的移工。这上对，搁安那，搁来帮助业者安怎去算这能源啦，这电脑来省，哦，这足重要的。哦，这你即摆讲，比如讲太阳板啊啥话，喊去辅导讲免来去理论。哦，这后摆政府你若这两项啊补助来帮助业者，安尼业者就跟阿弥陀。功德圆满。安尼就跟阿弥陀佛来讲，谢谢政府帮忙做事。是，理事长。是。我刚刚就趣味的，其实讲旅行社吼，让旅行社其实讲哇，这么疫情当中间吼活得很好，有没有？活得很好，他们做什么？客制化旅游。其实防疫观念抬头，大家出国佚佗，这么。无想要讲甲无熟悉人拼一台大车，40个人一起出游。我找阮好朋友，大家熟悉，大家较好的，让8个人、10个人到的，让10个人就好啊。我嘛是找旅行社来帮我安排我的行程。
看要去日本，看要伫咧台湾就去对佚佗。然后这规个市场的迄个 model 规都改变了，所以旅行社吼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它一定还是会在。是，但消费者家己爱自我来讲，才爱讲我啦吼，就唔能讲讲嫌贵，啊，就要理解讲这个价值在哪里。上后尾就要元宵梅啊吼，局长来甲大家来讲一个台南的元宵梅。台南吼，元宵上大一个特色是啥？就是阮的咸水芳仔炮。阮的咸水芳仔炮世界三大吼，即个火的祭典，迄个活动内面上较有出名的。啊，来到遮吼，我拢定定讲吼，迄个观光客来保庇以外吼，佮有防疫的概念。为虾米讲？大家拢爱包安吼，包安以外吼，佮吼这过去咱有即个芳仔炮的原因，就是要除疫嘛吼，疫情要互消散。啊，这种象征啦吼。嘿，啊，所以就是讲，我们啊淡江吼，在此处甲大家邀请。咸水芳仔炮，咸水芳仔炮。啊，咱平湖咧，平湖咱元宵梅。平湖的元宵是比过年较热闹。较闹热哦。平湖无啥，逐砖头拢爱庙。哦，庙爱变大间的，刻骨，哦，不管钱，刻骨哈，哦，对，哦，这刻骨哈。